嘛，今朝礼拜日，到俺搭阿红私房菜来吃。哦，阿红私房菜是吧？朱小天搭黄金侪来过。黄金啊，黄金路搿边头个。这个平台头有人家香港大导演马明儿来的。哦，306啊，我搿搭认识多个。搭个装修得侪是民国风格呢，是吧？开至40几年。嘛，我刚才点菜个辰光啦，服务员登记讲，隔壁个班厢里是单云锦，在中国式相声里向头一头演过。上来是辣浪点菜着，还想近距离看看。今朝总算看见单云锦本人子，平常辰光是一斤是只上山个，今朝抓个轩辕掌。来，有没有鸡口的？还行啊。来。热气腾腾，第一只菜来着。鸡脚仔搭猪脚仔，搿侪是脚菜。侪是脚仔。哈。土山鱼头来着。搿个是漱口鲜鱼，漱口里向不腥气个。我个灵感。很多来，但是蛮灵个，腥气啥个，一直讲的。嘛，搿个三毛是搿搭个灵魂菜。哦。必点里向是精肉，马蹄丁，还有是生皮。首鲜的，嘛，拿第二只搿个。整个灵魂像个娘，鲜得来。搿个阿红摊上，里向弄得干干净净，一点点味道没。店里向个功夫菜。哦，花功夫弄个。边上的。弟弟啊，来吃只蛋呢，打成汤煮煮。弟弟还吃？蛋。弟弟，你还晓得那个是啥个蛋啊？我生的。外婆，咱们隔壁曹老师表演了一段相声，咱刚好不是苏州评弹的非遗传承人嘛，可以来我们楼下弹一句。好，可以。嘛，今朝3个南北曲艺辣辣搿搭排队。哦，相声的是吧？单云锦来师傅是说相声的，那么乃么唱评弹，搿搭生意是嗨个。有10家店人侪辣等翻台子。迢迢风雨，都是娘。十里生落谁边看？他日落花，不知谁负哦。哦嘛，今朝是来得搿算个。不许吃盐。吃上，是个，侬会唱上，会碰上个单云锦。